观众朋友，今日过好冇？欢迎收看福起来，系阿明头刘浩明。我哋今日邀請到來賓係對美濃來嘅豎音曲粵曲者，亦係啲河洛式嘅客家新曲。而對啲本人認同嘅客家新曲開始，然後對我嘅家庭慢慢地變成一個行業，然後伊嘅職業，最末伊把我哋客家傳統嘅音樂變成伊終身嘅事業。我哋今日都邀請伊來講自家嘅人生嘅故事。我哋馬上歡迎我哋音曲者來欣賞。音曲者你好。主持人唔好，以及所有嘅觀眾朋友，大家好哦。音曲者，你講其實你係一個河洛人係咪？你知啊，嗰時節其實河洛人當然早期我講，河洛人我想我教起客莊，你可唔可以同你觀眾朋友講一下嗰時節人哋愛情嘅故事哦？愛情故事哈，其實嗰年代啊哈，冇乜嘅戀愛啦。我會結婚，其實嗰時就係當愛上愛讀書，因為並唔係講窮人安尼嗬，河洛人、加本漢人，其之間一定是自由戀愛安尼來實施。因為我係呢自細啦自細細妹阿妹身體唔好，唔好呢一次其實我求學嘅過程。也是嗰年代又講，什麼人冇讀按過啦。阿妹因相當親伊咧伊可以同交付終身嘅對象嘅世代因為嗰時陣我高中五中考對嘅學校就私立大學啦。第一屆應考嘅時陣並冇考過好，冇考過好時咧，阿妹唔幫我讀，伊都講伊目前在聘伊身體唔好希望講什麼人冇讀按過，從小嘅都愛尋伊咧伊世代嘅老師可靠嘅高校班生嘅生活嗰時節我讀家，因為就喺外地嘅，我有去學校做過太高嘅先生，也後來為了講學費嘅問題，我又到政治廠去做過指導員。這個指導員呢，政治廠嘅過程就我頭家見呢，頭家就我嘅上司，所以我嘅頭家話因碌下事業做過大，就會去岐山客莊，過岐山去米廠賣嘅行因做飼料廠。賣嘅行呢，愛參嘅飼料本為主嘅，所以伊每個經過銀碌下，嘅米店都離銀碌下2-3步腳嘅，伊都碌下唔同就會每擺都會帶嘅本，去本銀碌下，有人又唔多會講話過母啦，尼就過好道啦，一個一空嘅就做嘅我爸爸就咁樣幾奇怪，就同我媽媽啦，同我阿叔都講我看這個少年嘅可能咧介意按阿腳無佢大家來攏揀寒魚來互俺食，俺讀伊也無講足熟悉，就大家寒魚後來喺我頭家就伊也喺伊碌下排行老幺之細嘅。也咩因隨伊相親做乜人，伊就唔滿意滿意伊也求就滿意，是的就滿意，伊都講伊愛拖嘅什麼愛比嗰個，我頭個愛比嗰個，冇做愛個太嘅，愛比頭腦愛個好嘅安尼，也求講，咁你係咩？你嘅上班咧什麼按多，係咩有隔意嘅伊講有意的那結果也求都通阿叔天靈，阿叔家都2-3就做乜人去到碌下，阿妹這個阿妹就講家有人來做乜人就同我講冇我考試呢，我讀書安尼我攝錢去台北讀書阿妹講阿叫你嚇你咧歹有人介意按查某囡仔有人介意愛較重要你茫加介水嘅介煙頭紅會同人講加紅呢安尼。那時候嗰時節你心裡還是會想
有这个理想啦。啊，冇爸爸，我就同我的上司哈，头家就跟咧头家讲，係唔係哈？你又唔是俺哋做一下朋友啦，俺哋冇安亂嗬，冇講結別去見夏天嗬，天份啊呢。嗰我頭家人，伊都唔講乜嘅，伊都講好。你又唔講乜嘅，伊又講啊就安尼啊嘿。我說我脾氣不好，我脾氣唔好呢，伊講。唔會啊，牙尾就佢中意眼咧，佢中意人咧，有個性嘅人，其實那係他媽媽咯，唔咩啊，咁冇法律，我幾多通啊？伊講，我講我喺讀書我哋就做朋友，安尼都好哈。伊都講，咁我要讀書啊，你係佢想讀書啊，我可以聽你去台北，嗰陣我頭家太賺，我喺台北上班啦。我可以叫我開始講迄錢唔得辦吼，我可以叫我可以專心讀書。啊，其實我一想啦，哎呦，安好嘅吼，有班嘅吼，啊，佢都就同我媽媽講啊，講啊吼，啊，伊講唔是天分唔好啊，伊去台北上班咯，啊，去吼就講有班安尼，我後尾就講，哎呦，戇囡啊！安尼哦，就是愛訂婚啦。你訂婚了吼，人後尾人就互你讀冊，你拄仔你愛讀冊，我身軀無調，身體無調咧吼，啊就安尼就結婚咧安尼啦，就假的啊。我感覺莫名其妙。我感覺到佢感人啊，因為等於講，你講出來媽媽講咯，伊如你都不用這個冇貼太嘅事嘛，吼，而且可以讀書，要把這個冇嘢講冇人上個安排，你唔能我安排佢咯。伊講係佢錯。嘛嘅，最主要希望講這個冇安太嘅心啦，吼，但是同時我冇感覺講，奇怪，咱多年以後有冇人欣賞講？當初這麼輕鬆嘅當我都卡來，而且那就是個相當難哦。其實我最想嘅啲你講，而且那叫乜個是個相當難。我頭家吼，你假是冇嘢咧，伊都講，我就感覺講，喺以後嘅未來嘅對象哦，基因啊，伊講伊傳出來聲音咧，唔係像伊安尼愛嘅，我頭家唔過啦。伊希望伊要聲音咧唔愛頓的啦，吼，伊是個個意思咧。但是其實是唔會想到講，因為有啲人覺得講，我哋討客家先求鬼好，但是吼冇解客家種，因為客家種可以巧喲，唔其實唔會講。哎呦，我唔知啊，我媽媽嘛唔知啊，我沒有唔知哦，因為個時節，我讀書嘅時節，其實啲我。讀書嘅下咧，人哋時都講，總唔得講方言，就愛講粵語，係咪？個年代啊，人哋講方言咯，講好咯，喺講別種嘅語言嗬，會被怪咧排嘅，啲教師咧好被氣爭咯，氣到嚟發氣，所以都唔敢講啊，唔敢講。阿冇嘅印象講嗬，安尼按到客家話，也冇講安尼人都按到客家人，冇啦，完全冇啦。結婚前完全冇，假嘢啦，哎呦，我弄差別安排。佢其實講，因為其實面我唔會講鬼人，就夾夾咗嘛。但是我會講，因為講假嘢嘅時候，我發現到講要安排差別，最主要差別喺哪？最主要就語言啦，客家話啦。聽到交通嘅話講話，俺嚟開始咪都假嘢時間，因並冇本嚟去上班，就冇上班嘅哦。當係安排啲雜貨店，我婆婆開啲雜貨店。因都下就有飼料店啦，也有痔瘡啦，就是安尼個時節當下，因都下啲家境各方面食材講幾好啦。我記得我家時節。啲岐山當下我那個總頭啊我聘金這個嘅呢，這個7萬5嘅聘金這個還有那個糕餅10幾多，就是這樣的意思哦。我頭家一片，伊並冇要求講愛加重，伊就講伊愛威斯巴。嗰時這個威斯巴是德國進口的，嗰台威斯巴就等同安尼一台轎車錢安尼，安尼就搭一台威斯巴安尼。當然啦，有一些咧基礎啦，還有
衙门啊并冇將嘅聘金吼全部就留起來，就也就同下安尼吼，種啊龜安尼。就變成家長係從事把班嘢嘅，對如費力搭過去嘅啦。係啊係啊。咁其實就，譬如講對伊啲本來講晚上愛讀書嘅伊啲細妹嘅，叫加過伊變成伊啲算是家境幾好嘅吼，有伊啲茶鋪店啊吼，然後有伊啲自創伊啲算是反正講叫講少東嘅家啦吼。咁即個入去以後，其實客家家庭裏面雖然講家境幾好，但是其實愛做細條。幾多？哎呦！係因為唔講啦，唔知係唔單止係一啲好農人啦，同時其實馬上一啲想愛讀書嘅細妹嘅。對。咁馬上進去家庭嘅成分的時間，唔記得我適應有適應唔來冇，冇得講而家家用慢慢嚟搞。有啊，當下開始嘅時間，當然就家業社會突然之間發現。完全冇相同嘅嗬，日常嘅習性，嗰時節當然就對外頭家就咁話講嗬，不如開刀一樣嘅，佢對很貴刀嘅有乜嘅不足嘅素材就會同意安尼，但是我感覺我頭家嗬一點就本來即個佢甘心曉得我即個改變我個性就。伊所有嘅物嘅吼，伊攏掂掂，伊甚至於伊上班咯，下班嘅時，假使講我隔壁生悶氣啊呢吼，唔都很同伊講法，伊會偷偷嘅吼，上班嘅時會過來看看啦，我哋嘅個店方吼會用嘅冇，伊會養會器材啦，有在，所以後來我感覺講，我頭家會真心啦吼，我就改變調整我即個心態。嗰種家客家莊啊，你研究者吼，如果發現到佢其實有啲粉絲對伊來講嘅話，雖然佢可能生活裡冇有幾多太細嘅事情，但是其實有啲欣賞對伊係幾真心嘅。休息下我等下我哋馬上過來為嗰度個精彩故事哦。歡迎過來，福起來嘅。所以節目我哋來自美濃嘅樹研曲者，同人講，伊當初去對我哋嘅器材的好多種加起我哋美濃客家莊嘅時節，要讀到一啲算是幾神奇嘅事情啦，嗬。我想問一下，其實講，我哋有時節對我哋客家心橋來講嘅話，我哋冇有幾多嘅要求啦，嗬。譬如講，做下啲嘅事情啊，填頭啲嘅事情啊，注意。咁幾時間，即個來嘅時間，有安尼我哋講文化上面嘅衝突有哦，嗰時間為了就從愛聆聽愛老講對愛真心以後，愛甘願為伊來改變所有好多唔好嘅事情，我就想，既然我加入加多嘅，我來做伊個本客家莊本人認同嘅客家心橋。那呢，頭擺嘅時節，本人認同，一般應該做起嘅家用啊，啲選心橋啊，都以四頭四面嘅四大要件來看伊嘅能力嘛。快咧，我也嘅能力，我並攏冇好多像讀書嘅，話又唔會講，所以對於婆婆嘅方面當然就幾失望啦，為做了一個本人認同嘅客家心橋，我也就努力調試我自己嘅心態改變盡量認真來學做伊個心橋，用安尼做起儒家嘅思想唔係溫良恭儉讓尊重也得總批嘅方式來就融入一個客家族群當中安尼。但是我感覺到幾神奇講，因為其實講有條細條學很多人學是入歪嘅但是發誓一條事情講學法一件事情對人來講會困難喎，其實係講學法。今日想起來當下他唔寫實會
反恐我会讲吼，嘿。但是呢，我今仔想起来，他甲讲我过买过，我一两日就糊弄过去的，因为讲伫个插播点，我安排照顾婆婆嘛哈，我用个自首的生意图书会贵啊个插播点，我对学生做不意思，照顾老人家并做生意的话，其实咧杂货店的生意几好哦，比我告诉的利润够好哦，一年以外3-4万元，我告诉人怎么6500左右的。安尼时节伫个环境啊，就很爱复习，因为我一家全部人买东西啊来啊哈，我讲给伊啊，他们是讲下哦，你在那沉浸式的环境吼，无人都唔讲下噶，无一个人讲好咯，讲差，所以你一定要讲下，我就上伊的办法，我先学伊的语调。中音高低音，一讲一句话的语调，我一个语调学个以后，我就同学到的安尼每个客家话同家己参通啊，因就可以接受，因就可以开始接受就就会教。一个唔係講家己，一個講下安樣嚟講，所以學客話嘅對象，我會聽聲音嚟頭學，差不多點千多。同時可以問，用講鴨唇，見到雞唇，我就安尼累積，我一兩日我就糊弄用個語調同人對談，所以客家話我覺得你要敢問，肯講，就是實際環境啊都對答，唔錯就錯中學，安尼咁樣並唔會困難啦，3年啦，我談嘅。自首的聽言說啊，伊就講，英語講話什麼都講下過標準的哦，講個893嘅，這是少講的啦，安尼講啊，安尼大概應該唔會困難啦，啲個環境方。可是對我的研究這一個經驗裡邊，我都發現到講，真的好營養啊，真的要沉浸式啊，一定要沉浸，要睇個環境地方，你這個對伊的工作開始應該開始慢慢一教，你開始教然後講到後來你看。3-4年都講到8分的標準的，因為其實你這樣冇講嘅方法，我真係冇掂現代係一個好容易哦，因為有啲人佢就講，好多人講客話幾快學，其實唔係好多人講客話幾快學，唔係講客人講好咯講好，係因為冇嘢環境，因為其實比如講我哋早期，我哋差唔多動作以後全部都嗰種講好羅話嘅舞台戲啦，講好羅話戲劇啦，嗰種我哋真係我哋客人我哋有時看久嘅，我哋嘛啲嚟講嘛嘅，但是因為我哋其實冇人嚟反應，嗰時嗰種人講，係咪好多人講客話？高快學其實唔係，係冇環境。但是你睇環境地方時啫，錯。你睇都他咁唔同講啊。係啊。你自己做生意服務業，你一定愛講啊。係啊，但是問題我感覺到最神奇嘅講，咁其實我對我哋啲客家八言產生興趣咯，因為客家八言其實係我哋嗰傳統嘅客家文化嘅部分，佢對啲我哋對好老禪橋、好老家來客家禪橋嚟講嘅話。我其實對我哋客家八言有安太興趣咯。其實八言嘛，會有兩面行上八言樂器嘅學習上，我係做什麼嘅問題啫？我對呢個音樂有個獨特嘅就特質。我有個歌嘅，其實我都講嘅時間冇天師，那時間天師一彈，我喜歡一條歌嘅，彈喺兩邊，我就會哼伊嘅調。就會唱哦，就會唱，所以這個音樂對我來講是一種嘅愛興趣啦，也係我心情鬱卒的壓力嘅釋放嘅一個出口。所以當下在休長嘅時寫下乜嘅時節，都即是輕鬆嘅經歷過好多個，到客家嘅時節，我聽到人哋唱嘅歌謠，客家歌謠。山歌我就會有咩？因為他喺度做生意嘅時候，同人送風氣嘅，我隨他，我就會停下來彈。個彈有咩樂器，我就特別對音樂樂器，我就會停下來去看、去研、去了解，安尼，就很特殊。有一個音樂啊，我就會有興趣啦。我行上樂器我行上樂器是。前半段裡面嘅90年咧，95年拜之前然後我到到嘛79年我就加入合唱團85年就加入
钟昭金老师伊啊民俗传唱的乐团，啊，伫个民俗传唱就学的就真正客家戏剧哈，专门甲伊就喊我去做男主角，专门甲一个歌谣跟合唱团2个区块的花声是不一样的，一个是民俗，一个是西洋乐曲的和声，所以过后多年嘅95年就我寻求到的，寻求中生人嚟伫河库上班，啊，我想讲哦，我安尼每摆伫路背安尼不如我唱欣赏乐器的东西，你是应答你的技术会赢袂技巧会赢通透。按个是中国的年纪大的，一定音色会受损，所以我就转向来乐器的学习安尼又加上就是我们拜蔡强老师那时节啦我就有块民俗的，有一乡一特色一个民俗那时候时节归中医音乐，我就把音乐不管是乐器也好歌谣也好，我就想讲跟老公经营的民宿结合的话，安尼对给老公的夫妻之间彼此的就是共业有一个加分的效果啦，所以我就坚持高薪聘请蔡翔老师拜义来做欣赏学习乐器安尼。因为在我的谈话来讲，等于讲这个对音乐的这种接触，其实是一路上的啦对于开始都不对音乐也是用来讲旋律旋律也是些各有兴趣的唔但对伊唱歌的啦，可对他的声音啦，他的吹出来的这种曲调啦，其实呢各有兴趣，慢慢的就可以加入的合唱团啦，等呢原来的这种本台我的山歌团，后来慢慢的就开始接触到乐器，但是我们提供其实客家拜演算是一个quite传统同时伊也要这种我们讲识土子迄个quite明显的一个我们讲传统的乐器的一个学习的环境，迄我们提供伊也拜师的方法嘛quite多，其实现在的拜师的方法係样其实我哋早期我细细我这个阿哥好多种的阿哥，伊在修理摩托车开摩托车店，9年来学习一个学徒啦，学徒就第一路很难的学3年4年能出师。但是当我在拜师的时节，嗰时节学乐器并冇许多师傅路下10年的照顾日常生活10年的安尼啦，我就付学费啦。我这家是感觉讲，既然我拜师，我年纪大的，我想用几段的时间能够付学费来去学习，争取我学业的时间。我用的时候，我就讲用师徒制的好处，我嘅时间会上爱要求老师，我用师徒制，就讲可以可以的是因为我呢学我哋你学的时间出来的实务经验实际演奏还quite多学的素材。你单只乐器安尼用来教，经过多开班的课程就按老师安尼教。但是老师并冇讲安尼带论你出来着重谈论的谈论老师跟学的跟班帮忙一些怎么接 case 怎么做场的所有的安尼来运作的实务就错我能会选择我就弄个拜师。其实都用一种最传统的方法来对待就是学一件事情。可是对研究者来讲的话，其实伊对学艺的事情就quite专心，伊希望用最特别、最专心的方法来学习也要读的。休息下我对下我哋埋嗰度过程故事。欢迎过来，福起来嘅圣诞节目，我哋来自闽南嘅抒吟曲，吟曲者可能讲以很样嘅开始学我哋客家八音。
音曲者，因为头头有讲到讲，即开始拜师的过程吼。但是我哋冇问到咯，因为其实我哋客家八音有就分几道嘛吼，伊咧用打击的，有的系用彩塔嘅。佢几时阵学习嘅系乜嘅？我学习是先谈论钟彩祥先生学安尼打击开始。蔡祥老师以下咧所有的他嘅书。正常的品腔以做主旋律的二选手，所以呢，我也有在听老师学二选，二弦乐，嘿。至于我读的就同温夫人温老师学的安尼。嗰個時間，等於如果你這個歸全面的去學客家八音，但是問題，當初我想要用按全面的方法去學嘅我哋客家八音，唔係講我哋專攻冇，譬如講我哋都專攻機械的啦，冇都專攻讀嘅啦，冇都專攻去打嘅種點點嘅度。我喺讀到瓶頸，他們都講跨不過的坎，時間，我就會換另外一種樂器來在調試，將緊老師將我哋學。打擊係咪？為什麼我會學弦呢？我屬團嚟的呀，我都器材車貨，按照持股老股龍團嚟的。打擊都要用這個腕力，完全冇辦法唄。以前我用球的，附件，嗰個我就想講用球的，我就用弦的，按指，這個位置都，我就轉向樂器，會轉向就當然開始聲音上規模堂啊，但是我就。自我安慰哈，我就講唔怕我都得復健呐，所以我就克服過人講千一弦百一手的困難的階段。個弦的好嘅時間，後期呢，我去做廠，聽到老師去做廠，我就發現到原來讀書人係靈魂的特殊。我就會了解一個讀嘅一音。所以學他嘅是温老師，伊就拿佢他嘅話講，學我唔會，我唔敢按到說，如果我要講唔會就會唔會，就有一句話，因為我拜嘅蔡祥老師啊，我就用我順呢拜，其實我就喺身邊做伴學，我還是就按嚟學，大部分温老師也啟蒙，我按到說，所以呢，喺咧學他嘅時節。會有歌唔係你看，因為老師用嘅稿電啊攏丟動，當然講電啊攏丟動，嘟嘟咦，就唱那個歌。你那個電啊攏丟，你要去抓音高，要哪一個？但是他就叫你彈唔彈，他都冇給按你，所以後起來你會有瓶頸啊。在瓶頸的當下，你就會想個方法，又跨到閩南。閩南那裡剛好在招生，那個天後宮啊媽祖廟招生志工，就是教前吹的志工。我想弄他嘅呀，我就高一個。其實我會唔係講差，是唔願意離開一個音樂器，我尋一個出口，緩和嘅情境，安尼學習，我學習方法，但是有效冇？佢有效。可是等於你講，其實喺轉換的過程裏邊，同時嘛，我會發現到講，每一個客家八音咧，真正係隨這個時間，每一個樂器，伊也要配合一樣嘅。好，你等於講，因為你這個嘛學過樣嘅去彈，嘛學過樣嘅去綁起來，嘛學過樣嘅去盤嘅捶塔嘅。可是等於講，每一個樂器嘅，我哋講彼此的配合協調度，唔太有問題。佢像喺個田頓現場去出去做廠嘅時間，有印象幾深嘅一個經驗冇？我印象幾深嘅哈，應該都屬於文化廠啦哈，文化廠就表演性質啦哈，表演性質我就有1806年去宜蘭嘅傳藝中心也就駐場定點定時演奏。演啦一年演啦，但是我哋人辦嘅嘢，因為冇辦法欣賞有安長嘅時間，我哋辦嘅嘢都貴啦。還有兩場本來咁啊，歸甘肅國出咩都，2020年喺北埔嘅十一團督辦拼場，2021年喺湖口新竹就有記者有同我報道講我打擊啊，
灵活度哈，不虚不急哈，灵活度以及有别于一般的传统的打法所以讲到一个就係我感受哈，也都同大家分享哈，也同主持人分享。我會比較特殊都講，因為當初有演奏嘅小調、山歌，有演奏俺那個安尼，就是一般的弦速調哈，就是太調。但是一般俺那個是講啲嘅廟堂同做廠呢，都同禮樂和鳴的一個禮聲跟樂師是搭配的，它的一個口令以後我們要做些什麼，我哋演奏嘛嘅歌誒，都係唔係講隨便來嘅哈，跟住一個禮樂一個，我哋行另外再修一個課程哦。但是那一天表演是因為表演性質小調演奏小調的時候，我就有參與。我打鼓，我學過多種鼓，我媽有學過日本太鼓，也有學過安尼就非洲鼓啦哈，現代的一些電子鼓安尼，我會推參與去，就是你小調就可以動下弦安尼喊跳彩祥老師因為我數高的喊的台上是打擊的方法，但老師教我有兩種，一個螺絲的打法。螺絲的打法就是一般一般哈，按法式的打法呢，你可以搞法子，或者咩羅臼探戈啦哈倫巴啦哈，老師有用現代樂器的一些的安尼觀念帶我，所以我在打的時間我會變化所以上把就是小調很常用上把注入就比較。有些那個活潑的那個，我會打一些，我在打那個節奏的變化。只要你半頭半療對你變化，跟彩祥老師講啊。所以在別人的眼中你看出來都會感覺，哎呦，相當客家拜農園的打法，客家拜沒打法。所以因為你的變化，你看像我去研究所啊，老師都講告訴我。在寫論文，在做研究，你是下一東西水果、林果、搶出來，但是你出來的東西你要經過手法。那寫論文的時間相同，你收集了幾多文章，但是你這個內化以後，你寫出來的東西是你的東西。我個觀念慢慢按你想，冇嘛個對唔錯，對錯啦，冇對錯，就是講按你鑑別。小型的和弦樂，那客家八音就踏實現實一起打擊，俺哋的默契，踏實演一本打法式的變化，一對了，你半了，聽的師傅多，唔會漏嘢腳筋，就 OK 啊。係啊，咱嚟講我發現到講，怪唔得日擺睇我哋6對300嘅我哋嘅總頭劇場嗰陣，可能嘅演曲者表演嘅時候，我發現到講，佢個也實在是幾特別的一個表演的方法喎。咁當初我參加也幫我哋嚟沙期嘅劇場也都按嚟都好愛論文結束，結束我帶我頭家去沙期做就是輔導員就幫上一年紀嘅老人家來做安尼健腦操啦，我哋個就幫人哋客家八音嘛帶入來打擊想辦帶去。主要講話本老人家安尼較活化腦筋，不要那延緩退化這樣。就個理事長就認識兩個小導彈都來的招募在地的素人演員。那呢在聊一下個團長組談到當下這些他有點愛對方面出把戲啦也都有興趣就講就講到團長出來有請來啦你講一個俺哋也就按你講一個，就關於嘅海報就寫顧問指導顧問就係洪新蘭那洪新蘭洪教授是我的論文的指導教授。他說那你是高師大畢業我係啱啱畢業吧，我就碰下嘅論文不會看了以後就講我今日邀請來去俺哋一個總頭劇場，其實因嘅劇本，它有一種有出都已經有成型了
我同人我甲见洪教授嘛哈，大家都在玩这个哈。我说好哈，安尼好，我就很欣然，我就答应了哈。答应你就讲我来做的替宠的记者会哈，记者会就10月26号哈，啊就有枪哪一周，那不是寻找 DNA 吗？哈，6堆局长哈在寻找当地的 DNA， 这个 DNA 就是请当地的八公八婆先开一个记者会，有一个小型剧，团长如往来，哈带唢呐去，哈一定来。会找失败啦，我也唔敢讲过袂啦哈。我就伫现场记者会，我就用唢呐呈现俺的八音轮流哈大团圆的，我讲每一个庄头呈现各个特色，我就等于就讲伫乐队就出现伫个记者会，以后就入剧本，在剧本里边，因为剧本它有体系的嘛，无在变化哈，就有置入伊的闽南的板条哈。闽南个板条我就做个阿 Q 姐，一开始那个板条伊常常口述讲话的，我就帮伊改剧本哈，我就用唱带出了，整个他用口说，用歌唱填词，从自弹自唱，等于如果把音乐的东西都开始带入我哋沙琪剧场里边去啦。对。可是我看今年嘅音曲这故事里边，我发现到其实学习的文化、学习的语言，其实唔係幾困難的事情。你用心，你愛用你的想法開始想講，我想愛去完成一件事情，其實你都可以做過好。今過感謝我哋音曲在龍樂現場同分享安頓這個故事。謝謝主持人也感謝所有嘅觀眾朋友。休息下我哋聽下你現場來運動一通哦。我跟福起來嘅觀眾朋友，記得去我哋面書網站，還有到我哋客家電視台 YouTube，把我哋影片分享出去哦。